头先有讲到从，比如我第一条歌嘅写家门吼，一条歌係自家對國外轉來世界一種嘅心情，哎呀，係踏到自家嘅土地哦，總有安尼吼，清激動嘅心情出來哦。嗱，下後雖然講係大部分嘅工作喺台北哦，但係每擺上到故鄉，就會想到頭擺睇下啲狀態，睇下啲生活。所感受到的、所經歷的東西，所以係青島題材吼，雖然人哋特別，但係將同七家睇下邊一個經驗吼拿嚟寫過，譬如講一個羅浮花園啊，木貝太尊橋啦，哦太和堂啦，阿蘇果茶貨店咯，也可以講攏寫到我哋自家故鄉嘅東西。其實嗰種藝術家都有講過呢件事情啊。其實創作嘅題材吼，來自你自家嘅想法，來自你自家內心最深嘅感覺，也就有可能變成最好嘅作品哦。我完全相信一個講法，啊，我也用我哋嘅方式嚟創作我嘅音樂，所以一直到現下，我因為講我每擺上去寫自家嘅土地。自家嘅過去嘅想法，吼，自家所認識嘅人嘅世界咯，我就可以寫出自家個滿意嘅作品。所以我因為講，我自家一直會用一方面嘅題材同一個方向嚟創作更多嘅作品。其實大體講法嚟吼，從規則嘅係20年吼，喺創作客家歌謠嘅立場地位吼。用到別種語言的部分其實冇咁多啦，吼。但係有時間有安尼需要嘅時間吼，我也會用，吼會用一下。啊，乜嘅機會又係講乜嘅想法會用安尼東西咯。譬如講我用到原住民嘅花時間，其實係有一年嘅吼，我去到一個總鋪吼，喺埔里一個所在，埔里附近嘅佢哋松龍部落。有迄個訪問一個阿婆，阿婆也有名吼，迄個原住民吼，布農族，伊咧做編織啦，吼，他講這個布農族編織的阿嬤啦吼，因為我看到伊個時間，其實相當係個阿婆，吼，相當係阿婆，嗰時間都必須北腳啲交通啊，我記得訪問伊個時間，伊將近要90歲、82歲吼，當然伊身體也唔健啦。啊，當然除了當場對交流之外，啊，下後即個也尋親到資料吼，對一個阿媽進一步認識吼，伊年輕人他會辦迄個3萬來搞一個伊個下一批，哦，也下一批嚟做一個原住民嘅編織啦吼，所以也其實一個要去一個所在吼，也係一個朋友多睇。拍一個阿媽伊嘅紀錄片，啊，請我替天數做一個紀錄片直播音樂。啊，除了做一個音樂之外，我希望將自家深度嘅想法吼寫成一條歌嘅，哦，所以你寫一條有原住民嘅語嘅歌嘅嚟直播啦，吼。啊，當然有一部分嘅翻譯，哦，所以係有安尼嘅，實際上是要。啊，內深度嘅支持我嘅感覺，我就會用到其他嘅語言，增加一個歌謠音樂嘅說服力啦，主要係安尼。